今日全日都係睇豪宅同豪宅同豪宅。而家又嚟另一個別墅單位啦。今日全日都係睇啲好靚嘅別墅。其實有時候睇樓咧，真係會睇上癮。除咗睇平時700幾尺、800幾尺、1000幾尺之外咧，有時候去睇啲別墅啦。別墅其實都好抵買。咁當然，即係別墅都有分唔同嘅價位。跟住咧，呢排睇別墅睇得多啦，真係好有動力，要努力啲去搵錢，去擁有一個自己嘅別墅。然之後樓下係要有一個私家嘅戲院。哇！成班朋友仔喺度睇戲，幾正。今日好開心啊！同一班閨蜜嚟到中山尋寶，唔使跑到好偏遠嘅郊區，就喺人氣燒旺嘅小區入面，竟然藏住咗一個只需要20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嘅歐陸式小別墅啊！自帶花園加按摩浴池，等陣我帶大家睇下啦，記得要睇到最後，好戲在後頭啊！呢個好似歐洲小鎮啊，呢個係完全歐式嘅風格。一入到嚟個樓底超高，仲要做晒所有玻璃窗圍住個大廳添啊！個空間感超級大，入光率超好，令到成間屋都好光猛、好通透、好舒服啊！大家一見到呢個按摩浴池，即刻好興奮，尖叫咗出嚟啊！而家我哋行出嚟個大花園度，行到出嚟呼吸嘅一個空氣都係零舍新鮮同舒服噶。呢度係咩？200幾萬，4000幾尺，我黐線，仲送，佢仲要送埋個花園喎！你睇下呢度嘅採光。佢最重要係呢度係歐陸式 feel 啊！你睇下，行到嚟呢個按摩浴池，無論係朝早定係夜晚喺度浸浴都係一件賞心悅目嘅事情，儀式感即刻同你拉滿。最估唔到嘅係呢度竟然有個桑拿房啊！屋企有個桑拿房，唔使出去同人哋共用啦，已經即刻桑拿之遊。呢一個單位經過一個非常之好有性價比啊！你200幾萬喺香港做到啲乜啊？請問你會唔會買咗架街磚？有可能，首期先40幾萬。嗱，唔係我講㗎，全部都係佢哋嘅真實體驗嚟㗎。200幾萬買4000幾尺，大佬喺香港買個別墅先未幾多個億啊？幾個零？好，我再佢哋關我之前半個鐘嘅時間，我根本搭車都唔止啦。你睇下呢度，望落去。我已經發現啦，呢度有間公主房嘅。哇！呢個咩事啊？咁靚嘅？哇！好靚啊呢度 area 都好靚，真係呢個 area 都加晒分啦。200幾萬，首期只需要40萬左右就已經可以擁有一個別墅，退休生活喺度真係好自在。加上呢度唔似其他別墅比較偏遠，正中大旺嘅小區，附近衣食住行樣樣齊，唔使話一定要揸車去到好遠先有嘢食。你睇下呢度個旋轉型嘅樓梯、落地玻璃，你想象下每一日都身處喺呢個環境下，心情有幾舒暢。就算放假返嚟呢度度假休息都係個好嘅選擇。甚至如果你要搞啲團隊嘅活動，大家一齊喺度搞 team building、team 聚，大家都會開放好多，即刻個關係拉近啊！退休金唔係攞嚟買藥同孤島，呢度衣食住行樣樣性價比都高，亦都好方便。人生上半場嘅時間要為生活不停去打拼，到下半場係時候要選擇一個自己想要嘅生活方式。養老唔係混日子，而係重新掌握生活。35歲之後最貴嘅就唔係房貸，而係你有冇好規劃自己人生下半場嘅時間，究竟要點樣去做呢？房貸同市區嘅房租都差唔多，但係又可以有按摩浴池啦，仲有可以喺花園度燒浴啦。所以月供買嘅係選擇權，唔係水泥牆。諗下係咪要繼續俾錢去幫人哋供樓，定係話樓係可以令到你賺取自由呢？好啦，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大灣區生活同埋靚盤，就記得 call 我啦。下期見。